那就是上一堂课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接下来的课程是适量论。那适量论是以就近一乘在阐述，然后并且于此呢和外道辩论就是成立前后世。那为什么适量论是安排在中义之前上呢？那请仁波切就是能够释疑。那仁波切这边就回答到说，就是我们现在第2年的课程呢，就是今年的课程是心类学。那照理说，心类学学完以后呢，应该是要学因明。那因明呢，它最主要就是在讲说正因的，就是在讲述正因，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故怎么样怎样。所以人们他思维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学习因明的话呢，那不如呢就是学习适量论第2品。为什么说要先学习适量论第2品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述到适量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适量论它的第1品呢，就是质义比量品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是讲到很多正因的论事，也是在讨论就是正因的问题。那我们讲第2品呢是成量品，那成量品是成什么呢？就是最主要成立的呢，它所成的量呢是成立就是正量师父。那成立谁是正量师父呢？最主要是成立呢，就是我们的导师释迦世尊呢是正量师父。那为什么要成立导师释迦世尊是正量师父呢？最主要就是跟外道做一个区别，因为外道呢，它最主要是在讲述呢，就是说他们的导师呢，就是自然而产生的，它是无因生，或者说呢，它是一个常法。然后呢，这个导师出现之后呢，然后自然呢能够为他们讲述各式的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为了破释他们呢，所以讲述了成量品，就是成量呢，世尊是正量师父。那所以第2品的内容最主要呢，它并不是在讲述前后世的问题，它最主要是要成立世尊呢是正量师父。那如何成立世尊是正量师父呢？我们不直接从讲世尊呢，他因为怎么样，所以他是适量，所以他是正量师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从世尊呢所讲述的这些法语呢，世尊所说的这些法呢，是无欺狂的缘故。因为无欺狂的缘故呢，所以成立呢，世尊是正量师父。就比如说我们在世间呢，讲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老实的人。那这个人是否判断这个人是否诚实、是否老实呢？就是看他所讲的话呢，是否是真实的，他是否有说谎，然后由此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同样我们在成立世尊是否为正量师父的时候呢，就是从世尊呢所讲述的这一些言教呢，然后去做观察，然后再讲述到世尊所讲述的这些言教的时候呢，那自然会去探讨说，那世尊所讲述的像是前后世还有世谛这些呢，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无欺狂的，然后由此去成立这些皆是无欺狂之后呢，然后由此才去成立说世尊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是正量师父。那当然在讲述这些之外呢，在成量品它同时也有讲到一些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在讲述量的分类的时候呢，有讲到说自定量以及他定量，那这是对于说适量论第2品的内容。那所以就是说，以三大士在学习，或者说以仁波切说他本身在学习的一个过程来说呢，就是先学习色类学，色类学学习之后是心类学，那心类学学完应该是学习因明，那因明之后呢才学习适量论。那等到适量论学完之后呢，才是开始学习中义。那中义呢，就是配合着制度70义，然后之后呢，就是学习现观。那三大师或是仁波切他们本身学习的一个次第呢，是这样子学习的。那不过呢，就是以三大师学习来说呢，就是适量论第2品呢，也是放在很后面才做学习的，因为适量论的学习，以三大师来说，它并不是一次呢，就是像其他的课程，就是你这一年呢，就是完全学习，比如说心类学，或者说学习因明等等，或者说像是现观，而它是把适量论呢，就是分为很多很多的内容，然后每年呢，在冬季辩论2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花一点时间，就是每年就是花2个月的时间呢，专门辩适量论。那因为是先辩完第1品之后呢，才会辩第2品，所以在学习第2品的时候呢，应该也都是到了现观班或是中观班的时候呢，才会学习第2品。那仁波切就是基于这样子考量的缘故呢，就觉得说，与其让我们学习因明呢，那可能学习适量论第2品呢，对我们的帮助会比较大。
因为呢，就是以释量论来说呢，它最重要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在第二品的内容，可以说是第二品呢，它其实可以代表整部释量论的中心，所以人们说他才有这样的计划呢，想为大家讲述释量论的第二品。但是释量论的第二品呢，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讲，因为从来没有跨出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是试试看，那就是想说能够。希望说是能够将它讲完，但是可能在讲说的速度之上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在讲述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慢慢的去讲，可能速度呢会加快一点，因为慢慢讲的话呢，可能是没有办法把第二品给讲完的。所以作为这个考量呢，所以人们就说它是有计划，但是至于会开始讲之后会怎么样呢？那就到时候再看看。就是我就是先确定了有这个课程，那有这个课程之后呢，之后要怎么调整，那我们再来做调整。那讲完了现观释量论的第二品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才开始讲中义跟地道，因为中义跟地道呢，它等于是现观的一个前行。就如同说呢，阴明呢，它是释量论的前行一样，那地道跟中义呢，它是现观的一个前行。那色类学跟心类学这两者呢，它等于是一切就是我们学习五大论的一个基础，就是无论呢像我们学到现观也好，或者说学到中观也好，或是学到释量论也好呢，就是我们全部呢都要有心类学呢做一个基础，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说新的法类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我们的内心呢是如何运作的。那你唯有了解到新的法类的时候呢，那讲到地道的时候呢，才知道说为什么呢？道呢是这样子去安立的。所以呢，对于地道来说呢，它其实比中义还要来的重要。就是我们真的想要了解现观的话呢，一定要了解地道，因为如果不懂地道的话呢，要去了解现观呢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地道跟中义相比呢，地道是比中义呢还要来的更为重要的。所以要了解地道的体系呢，就要了解心类学的体系。所以这边就讲到呢，阴明呢，它等于是释量论的一个前行。那地道跟中义呢，它是现观的一个前行。那我们现在学的心类学呢，它等于是五部大论呢所有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会讲述就是释量论的第二品。那刚讲到说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二品。那在第二品里面呢，它其实又分为五个内容，就是我们在成立世尊呢是正量世府之前呢，所以还要成立世尊是正量世府之前呢，他要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量。所以一开始呢，他会第一个内容呢是先讲述量的体性。那讲述完量的体性之后呢，然后再成立说世尊呢，他为什么是正量世夫？那成立世尊是正量世夫之后呢，那就接下来就讲到说，那我们如何呢才能够成为正量世夫？所以就讲到呢，就是瑜伽现前的部分。因为在讲述瑜伽现前的时候呢，就先讲述到说我们心绪里面的这些功德，也就是我们的正功德，也就是我们心绪里面的道。那一开始呢，道它一定是分别的体性。那透由这个修道之后呢，让我们的正量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分别心呢，它不断的演变之后呢，然后让它最后可以成为现前的体性。所以呢，第三呢会讲到说就是瑜伽现前，那第四呢就是来成立前后世，那以及最后面呢就是讲述到说世谛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述释量论第二品的时候呢，它就是分为五个内容呢来做讲述。第一个呢就是成立量，就是什么是量的体性。那第二个呢就是了解量的体性之后呢，成立世尊呢是正量世夫。那第三个呢就讲述瑜伽现前。那第四个呢就是成立前后世，以及第五个呢就是讲述世谛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第二品释量论第二品呢它最主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92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呢就讲述到说，若诸说者善知闻者成就法器，谓之如理讲说，其福极大。即经论云：若信解甚深法，便能涉及一切福德，乃至未成佛以来，世出世间一切盛事皆能成办。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就是说法者呢，他要是知道说听闻的这个有情呢，它是一个就是堪为听闻空性的一个法器的话呢，就应该如理的呢为他讲述就是空性的道理。那这样去做讲述的时候呢，那无论说讲说的人或是听闻的人呢，那都能够获得极大的福德。那最主要呢是引就是集经论，那集经论呢是龙树菩萨所造的。
那极经论里面呢，就讲述到说呢，若信解甚深法，便能涉及一切福德，乃至未成佛以来，世出世间一切盛事，皆能成办。就是说，如果呢能够理解空性，就是对于空性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能够相信，并且呢能够了解的话呢，那它能够有怎样的功德呢？它可以让我们容易呢获得一切的资粮，就是除了我们讲说布施等六度的这些资粮之外呢，它可以承办一切的福德，所以说它能够涉及一切的福德，乃至于说我们未成佛以来，就是还没成佛之前，那还没成佛之前呢，就只是说无论像是凡夫的功德或是圣者的功德呢，世出世间出世间呢，指的就是圣者；那世间呢，指的是凡夫。就是未成佛以来，无论是凡夫或是圣者的一切的盛事呢，全部都能够承办。那这是集经论，所以集经论呢，还有如同就是宝师童子经，就是宗大师呢引了就是龙树菩萨的集经论。那集经论里面呢，有引了就是世尊呢所说的宝师童子经。那这里呢，就引述到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在92页最后面呢，就讲到说，就是诸说者善知闻者成就法器呢，为之如理讲说。如果这样为他讲说的话呢，所感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极福甚大。所以就比方说，无论是对空性呢、听闻呢，或是做讲说呢，他都能够获得极大的福德。那接下来呢，就是宗大师他就引经论来成立说，为什么对空性做讲说呢，能够获得极大的福德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引了龙树菩萨所造的集经论，那就讲述到说呢，就是只要能够信解甚深法，那这个甚深法呢，就是指空性的道理的话呢，它便能够涉及一切的福德。所以讲到说，我们只要能够听闻空性，或者说去讲说空性的时候呢，便能够涉及一切的功德。那龙树菩萨呢，他又是引哪里呢？他引就是佛陀所讲述的经。那经文呢，就是世尊所讲述的宝师童子经云：曼殊室律，若诸菩萨无善巧方便，经百千劫修行六波罗蜜多，若复有人闻此正法，生疑心者，所得福德尚多于彼。何况无疑而正听闻，即以书写受持讲说为他开示。那这里呢，就龙树菩萨呢，还有引了就是世尊所讲述的宝师童子经呢，然后里面就讲到呢，世尊就对文殊菩萨讲到呢，就是曼殊师利，如果说呢诸菩萨呢没有善巧方便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说，既然是菩萨呢，就表示他的心绪呢一定是具备了大悲心，才有办法称之为是菩萨。所以这边讲说菩萨呢，他没有善巧方便呢，他所不具备的这个善巧方便呢，指的呢是胜意菩提心。菩萨呢，他如果没有胜意菩提心的话呢，那经百千劫修行六波罗蜜多，那这边讲的说，他如果不具备胜意菩提心，那他去修习，经过百劫或是千劫呢，去修持六波罗蜜多呢，这样子所累积的福德应该是非常多的。但是他这样子经过百千劫修行六波罗蜜多所累积的福德呢，和一个有情呢，若复有人闻此正法，生疑心者，所得福德尚多于彼。那这边呢就讲了，就是三种有情呢，它累积就是三种不同的福德。那第二种呢，就讲到说，有人呢，他对于闻此正法，那这边的正法呢，指的就是指空性。就是说，如果有人呢，他听闻了空性之后呢，他对空性升起了怀疑，那当然这个怀疑是指的合意疑。他升起了合意疑之后呢，那他所得的福德呢，多过于彼，多过于谁呢？就是多过于不理解生意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呢，那他经百千劫去修行六波罗蜜多，他所累积的这个福德呢，比不上呢你对于空性呢升起合意疑之后呢所得的这个福德。那接下来就讲说，如果你对空性升起合意呢，都能够获得这么多的福德的话，那更何况呢，你对空性的道理是没有任何怀疑，然后呢去正听闻，乃至于说去书写，或说去修持，乃至于说为他人讲说等等的，那所累积的福德，这更多呢就不需要再特别去解释了。那所以呢，就是如同这里所讲述的一样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在入行论里面呢，就讲到说，此前诸要目，佛为智慧说，就讲到说，在讲述般若之前呢，就是讲述空性之前，讲述前面的六度，就是十等五度呢。为什么要讲述十等五度呢？最主要呢，就是
为大家开演空性的缘故呢，所以才讲述了10等5度。所以此前诸要目呢，指的呢，就是指在第6度呢般若度之前呢，为什么要讲述前5度呢？就是为了跟大家讲述般若空性的道理呢，所以才讲述了前面的这些内容。所以提到说，此前诸要目，佛为智慧说。那同样的呢，入行论里面有讲到呢，就是烦恼会眼断。那这边的烦恼会眼断呢，那第一个讲述到的烦恼呢，就是讲到说烦恼的体性。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烦恼会眼断的，就是说这个烦恼呢，我们要如何是断除呢？就是烦恼我们要靠着了解烦恼之上的空性的道理呢，由此去断除烦恼。所以讲到说烦恼会眼断。所以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对空性呢升起信解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累积极大的福德。那这边呢，就是我就是为大家就是讲述善解密书的时候呢，我就是内心升起一种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感受。那为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说，对于能够翻译善解密书，也就是法尊法师呢，我内心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大的不可思议的友情，内心不由自主的呢会对他升起信心以及敬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述内容的时候呢，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就是藏文跟中文呢，它是几乎是完全能够对得起来的。所以我对于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是以前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像是在宗喀巴大师的那个时代，或者说在宗喀巴大师之前呢，就是所有藏传呢，就是不分教派的这些大德，那他们都是一样的。那我就以就是文殊护宗喀巴大师呢，然后来举例好了。就是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呢所做的这么多的论点呢，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善显密书里面呢也看得出来，就是宗大师呢他的每一个理路，或者说呢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之后呢，他都会引用就是印度祖师的这些论著。然后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他最主要引用的论著呢，就是引用就是龙树菩萨等这些中观派的祖师。但是或者说我们从开始学善显密书到现在呢，就发现说宗喀巴大师除了龙树菩萨的呢，也有引用了很多像是400论的这些注释等等。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宗大师他在写这些论点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去阅读这些印度祖师的这些论著之外呢，不然呢，他是没有办法引用这些经文的，或者说他一定要有看到之后呢，他才能够把它写出来。而且呢，在阅读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根本论点以及释论呢，就是全部都要配合着呢一起看。如果呢不是一个对于教理呢非常通达、非常善巧的人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因为他要阅读多少的论点呢，他才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著作。所以我会觉得说，透由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论述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宗喀巴大师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可以阅读这么多的论点，而且他阅读这么多的论点里面呢，他可以把他每一个呢重要的地方呢全部都截取出来，然后呢来作为他引经据论的一个根据。所以尊者在讲经的时候呢，常常在说呢，就是我们呢要对一个有情升起信心呢，最主要就是对于说他所说的这些经教，就是透由他所讲的这些经教之后，我们去学习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升起真正的信心，而不是像说，当然说顿根的友情呢，他也能够升起信心，他升起信心就觉得说，哦，这个很珍贵，他可以，所以他就由此而升起信心，但是他并不是透由学习而升起信心的。那这种信心呢，它就很容易呢，就是你只觉得说它珍贵就升起信心的时候呢，那这种信心呢，它就不会变得很坚固，因为它随时呢，就是你的信心随时有可能会退失。所以真正立根有情升起信心的方式呢，是去研读呢这位有情他所著作的这些论点，或者说他所讲说的这些内容呢，然后去学习。因为透由这个学习，透由这样的学习呢，你才知道说这位大德呢，他所讲述的这些经典，无论说他用的词也好，或者说他所用的这些意义也好呢，他所解释的意涵，他一定是看着印度的这些祖师他们所造的根本论点以及这些释论，边看呢边学习之后呢，然后才能够写下这些内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些大德呢升起信心。那
所以呢，就如同说宗喀巴大师呢，他具备这样子的功德的时候，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在阅读这些经论的时候，我们去学习的时候，你透由这一些内容，你自然而然看到他所写的这些著作的这个方式，你会不由自主的呢，对他升起信心，然后对他升起恭敬的这个心。那就如同于此呢，当我现在就是为大家讲述善显密书的时候呢，我发现说中文跟藏文呢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说法尊法师呢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友情，因为他要翻译这些经典呢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从他所翻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意思呢其实基本都是没有错误的。他所用的字以及他所翻译出来的这个词呢，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现在呢，能够学习这些，或者说我们订立了12年的这个课程，那12年的课程里面呢，真的都是因为法尊法师的恩德呢，我们才有办法做学习。因为他翻译这么多经典，而且听说他不仅仅只是翻译了像是善显密书等等，乃至于说我们所知道的广论以及略论呢，大部分宗大师的这些论点，全部都是法尊法师所翻译的。所以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对法尊法师升起了不可思议的这种信心跟敬心，因为我内心里面觉得说他绝对不是一般人，他一定是一个具备不可思议功德的这种友情，不然的话呢，他不可能翻译出这么好的经典，而且呢，也因为他能够翻译的时候，他有了这些翻译之后，我们才有了这个12年的这个学习的课程，才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真心呢对法尊法师呢是升起了不可思议的信心以及敬信心。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要透由这些功德呢，然后去意念，就是这些义师的恩德。所以我们意念功德最主要就是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说他所讲的经典，或者说他的翻译的内容呢，由此而对这个人呢升起信心，而不是只因为说某人的缘故而对他升起信心。那所以呢，从这边呢，我就真的了解到说，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就真的会去意念到法尊法师的这个恩德，因为我们能够学习呢，真的呢，就是透有他的恩德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做这么顺利的来做学习。而且呢，他不仅仅是指翻译这些，而且我们知道说，他像宗大师还有很多就是中观的这些论著，像是正理海等等。那同样的呢，就如同像法尊法师一样呢，就是宗大师呢，他在写真理海或者说这些中观论著之前呢，就是他也要阅读很多印度的这些祖师的论点。那同样这些印度祖师的论点呢，也是由以前的译师呢，把它从印度文呢翻译成藏文之后呢，那才能够做这些阅读。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学第二个语言的时候呢，是有多么的困难。那更何况呢是这些译师，因为我们知道说，一开始呢就是他们要翻译呢，等于是要有4个步骤。一开始就是除了我们的母语之外呢，他要开始学习第二个语言。那学习第二个语言的时候呢，除了会讲话呢，那这个是第一步。但是光会讲呢是不够的。会讲之后呢，我们第二步呢就是要了解到说，要了解这个这第二语言的这个文字，以及说呢它的书写题材，以及说文法等等呢，那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就是这些都会了之后呢，那还要看得懂经典里面的这些内涵，你要了解它的意思。这3个都圆满之后呢，那他才能够提笔开始起来，然后才能够开始继续的去做翻译。所以无论说以前将梵文呢翻成藏文的这些大译师也好，或者说将梵文翻成藏文的意思也好，或者说将藏文呢翻成中文的这些意思也好呢，我们真的要去感念这些意思的这些辛劳。因为呢，我们现在说我们学习好像很辛苦，学这些东西学得很辛苦，但是我们的辛劳呢是往往呢是远远比不上这些意思的。因为呢，就像刚刚讲的，他要把这本论点翻译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他要先学第二母语，第二个学会讲之后呢，那第二个他要会看，他要了解说书写的题材，他要了解到文法。那会讲会看之后呢，第三个他还要了解到经典里面的这个意涵，这些都具备了之后呢，他才能够来做翻译。所以他等于是要具备这4个步骤呢，才能够把这个论点给翻译过来。那以我们来说，我们和这些意思相比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我们只要把课本打开呢，然后去思维里面的内容，把它所写的内容呢能够弄懂就好了。所以跟他们比起来呢，跟他们的辛劳比起来，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根本比不上什么。我们想要把它弄懂的这种辛苦呢，跟他们翻译过来的辛苦相比，真的是比不上什么。而且我们知道说，在像
法尊法师乃至于说更之前呢，他们并不像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这一些顺源，像是电脑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是一笔一字呢把它写下来的。所以透由思维这些意识的恩德的时候呢，它能够让我们的心力呢提起来，升起一个我更想要好好去学习，我更要努力学习的这种心。因为我发现说我觉得很难学、很辛苦要学的东西呢，跟意师他们所付出这些大意师呢所付出的这些辛劳比起来呢，真的是不值得一提。所以由此呢，我们要更提起心力一样。如果说我们能和意师他们这样学习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学得多好，要提起这样的心呢来学习。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些意识的语功德。那当然说生与义里面呢，他们的生的功德呢，我们是看不到，因为他们都已经往生了。但是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可以了解到说他们的语功德呢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看过法尊法师的照片？那这边呢，仁波切就是讲。如果大家有法尊法师的照片的话呢，那请你们一定要提供，就是给仁波切。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我们在了解说，无论说像是龙树菩萨也好，或者说像是月称菩萨，乃至于说是宗喀巴大师或是法尊法师的时候呢，我们在理解他们的功德的时候，一定是从他们的语功德呢去做认识。那可能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啊，龙树菩萨他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上呢就是有很多条龙在那边，所以光看他的身形呢就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虽然说我们也可以透由龙树菩萨的身功德呢看到他的一些功德，但是看到他的身功德之后呢，对于我们内心的转变呢，就是并不会带来太多的改变。我们真的内心要有所改变呢，一定是透由语功德以及义功德呢，然后来做转变的。所以无论说像是龙树、月称、宗大师或是法尊法师呢，以他们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透由他们的语功德之后呢，以及他们的义功德，然后透由他们对于佛法的这些诠释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他们呢真的是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真的呢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友情，因为有了他们这些的努力以及他们这种精勤的这种学习之后呢，所以他们的这种精进的行为呢，然后利益到了圣教和众生。那这些他是如何利益圣教和众生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语功德还有义功德的缘故呢，所以才能够产生。那当然对我来说呢，就是我或者说和我一样的友情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很难从外向，就是从光看别人的外向呢，就了解说一个人呢具备怎样的功德，就是没有从他的身上呢，很容易直接了解他的功德。所以就像有时候我在和年长聊天的时候呢，就是会讲到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先就是备课的时候呢，在看到这一段论点的时候，我就会问年长说，哎，这一段就是有翻出来吗？真的有翻出来吗？因为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以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像这边所讲到的，宝石童子经以及说能断金刚经的这些内容，就是看到时候呢，我会看到这边后，我会突然想起来说，哎，这边中文翻的跟藏文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嘛？但是发现说这两者呢，真的是没有差太多，所以从这边呢，我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法尊法师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呢，从这里我们就真的看得出来说，他呢是花了多少的心力呢在做学习的。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做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呢，就是将这样子的内容呢给翻译出来。所以，我常常就会问念家说，这个呢真的是有翻出来吗？这个真的是有翻出来，然后了解到说，自然而然对法尊法师呢会升起这种更不共的这种信心。而且我们从这边看到宝石童子经或是能断金刚经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像这一些前人的这样子的成就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我们三门懈怠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获得和他们一样的成就。因为呢，我们看离我们最近的，像是法尊法师的生平也好，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尊法师他并不像是说，哦，他好像有神通，他可以在天上飞，他过得跟我们不一样。不是的，你看法尊法师他的生平呢，其实跟我们一样，他就是普通的一个人的出身。然后呢，他也不是说显现跟我们不一样，好像是从鸡蛋里面从卵生出来的，或者说他是化身而出来，他也是一样从母胎出生，然后呢，慢慢的长大，然后呢，
在慢慢的去学习佛法，但是因为他有这种精进的缘故，他有比我们还要更超胜的这种三门精进的缘故，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夫，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呢，然后来翻译，然后能够利益到我们。所以从这边呢，就是今天会讲这些呢，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透有这样子的中文跟藏文的这样对照之后呢，我就突然意念起了法尊法师的这个恩德，所以真心的觉得说，意念到法尊法师的恩德，然后对他升起不共的信心跟敬心，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友情。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法尊法师的照片的话呢，那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什么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93页，就是第6行能断金刚经的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就又引用了呢，就是能断金刚经云：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勤伽河中所有沙数，设有如是沙等勤伽河，是诸勤伽河沙宁为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诸勤伽河尚可无数，何况其沙？佛言：善现，吾今告汝，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妙七宝盛满尔勤伽河沙等世界，奉施如来，是善男子善女人有此因缘所生福趣，宁为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世尊告曰：若复有人于此法门乃至世具伽陀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所生福趣甚多于前。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又引用到了就是《金刚经》里面呢。那《金刚经》里面呢，就是佛陀呢和就是善现，就是善现尊者呢，就是做问答。那佛陀呢，就一开始呢，先问善现说呢，就勤伽河指的呢，就是恒河，就是恒河沙中的这些沙呢，沙数呢是否为多？然后如果说有像是勤伽沙的这些，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些恒河的话呢，那这里面的沙子呢，就是多不多？那佛陀就这样子问善现，那善现就回答到说，就是非常的多。那勤伽河就是光恒河呢就已经无数了，更何况说呢，它里面的这个沙，那里面的这个恒河里面的沙呢，肯定是比这些恒河呢还要来得多的。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呢又问善现说呢，那我在问你呢，就无今告汝，就我现在呢在问你说，如果说一个善男子，有善男子，还有善女人呢，他如果以各种妙七宝呢，然后装满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世界呢，然后去供养如来的话呢，那这善男子还有善女人呢，他因为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些福德呢，是否会多吗？那圣先就回答到呢，就是非常的多，就是回答世尊，然后就回答给世尊，也回答告诉佛陀，告诉如来呢，就是非常的多世尊，非常的多如来。那世尊呢就又告诉了善现说呢，如果有人呢于此法门，就是对于空性的这个法门呢，乃至四句伽陀，四句伽陀呢就是四句偈的意思，就是一个偈颂，乃至于说四句伽陀，伽陀是偈子，就是四句的意思，就是一偈，就是乃至一偈呢，我们能够去受持，就是能够去修持修习，或者说能够去读诵，或者说呢为他讲说的话呢，那所生的福聚呢，比我们用这么多勤伽河，就是勤伽沙数的，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么多的这么多恒河里面的这个沙数的七宝呢，然后去供养，就是这么多世界的如来呢，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呢，比前面所讲述的这些呢还要来得更多。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是有去参访过一间寺庙。那一间寺庙呢，它就是在墙壁上面呢，就是刻满了就是《金刚经》。那我记得说它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池塘。那在墙壁上刻满《金刚经》的时候呢，那就如同这边所讲述到的，就是如果呢我们能够受持读诵的话呢，那都可以累积很多的福德。所以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只要有人进去里面参访，然后能够去看《金刚经》的这个经文，或者是去念诵的时候呢，都可以累积到非常多的福德，所以这样去做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看到，那如来藏经呢，就是在如来藏经里面呢，又有说到呢，上品实不善法后云：假使众生具足彼等，若能悟入诸法无我，信解诸法本来清净，则彼众生不堕恶趣。那
如来上经呢就讲述到说上品的这种恶呢，就是我们去行持，就是十种不善呢，要是十种不善，就十二业呢全部都造作之后呢，那12业皆造作之后呢，那他所获的这种，当然是就是上品的恶法，就是非常重的这种恶业。那积了这么重的恶业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述到说，假使众生具足彼等，就是具足了，就是透由造作十不善业所造的这一种恶业之后呢，如果呢悟入诸法无我，他如果能够了解呢，诸法呢都是无自性的这个道理，信解诸法本来清净，就是一切法呢它都是自性清净的，就是无自性的。都能够了解无自性的话呢，则比众生不堕恶趣。那他能够了解空性的道理的话呢，那他因为造了12业呢，所累积的这些业障呢，因为他信解空性的缘故，这些业障呢全部都能够尽除。也因为这些业障能够尽除的缘故呢，所以则比众生呢必不堕恶趣。那接下来呢，又引到降魔品。那降魔品呢，同样也是世尊所讲授的经。那在降魔品里面呢，也提到说呢，降魔品亦云：若有比丘知一切诸法罪极调伏，了知重罪前际性空，则能灭除犯戒忧悔，令不坚固。于无间罪尚能超胜，况犯鬼则失罗维系邪行。那这边呢，又引述到说降魔品来说呢，就是如果呢有一个比丘呢，他知道说呢，一切诸法呢就是罪极调伏。那这边讲的罪极调伏呢，就是了解到说一切法呢，它都是无自性的话呢，那他能够了知诸法最极性的这种性状，就是了知诸法它都是无自性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也了解呢重罪前际性空，就是了解这一切的我们所犯的这些，像是12业也好，或是任何的罪行呢，你要是了解说这些呢，其实这些我们所犯的这些戒，或者说所犯的律仪来说呢，它本身呢也是自性空的话，要是能够了解自性空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能够怎么样呢？则能灭除犯戒忧悔，令不坚固。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要忏悔的时候呢，是一定呢就是要升起这种追悔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破坏力。那我们一定要升起这个忧悔心，就是能够升起这种对于我们所造恶业的这种追悔心，一定要具备这个破坏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诸法呢，它都是无自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我并不是说我就没有忧悔心了，就是我们的心呢就不会这么的担忧。然后为什么讲到说令不坚固？令不坚固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我过去所犯的这种恶业呢，乃至于说于无间罪尚能超胜，就是最重的像是无间业的时候呢，都可以让它变得不坚固。不坚固的意思呢，就是它本来是定业的，但是因为我们信解空性的缘故呢，它会从定业呢变成不定业，就是它不一定会感果，因为你了解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所以，当你能够了解你所犯的这些罪呢，它都是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于无间罪呢，尚能超胜，就是对于所造的这些你过去所造的这种无间罪呢，你都能够尽除的话，那更何况呢，犯鬼则失罗系为邪行。那这边的鬼则失罗呢，是指说佛陀所制的这些遮罪，对于我们来说，性罪是比遮罪来的更为出众的缘故，所以这些佛陀所制的这一些遮罪呢，就算是比较轻微的这种罪行。所以就讲说，如果说连最重的无间罪呢都能够让它变得不坚固，成为不定业的话，那更何况说是这些佛陀所制的这些遮罪的一些比较细小的这些罪行呢，那更不用讲，也一定是可以超胜的。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了解到说一切法呢是无自性的这个道理。那接下来呢，又引到就是卫生愿王经云：诸造无间罪者，若能闻此正法信解修行，我不说彼业是真业障。那这边呢，又引到说就是卫生愿王经，那叫说造作无间罪。那这边无间罪呢，讲就是无间罪，也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以及破佛的身。那造作无间的人呢，他如果听闻此正法，就是他听闻了空性之后呢，他能够升起信心，并且如实的去修行的话呢，我不说彼业呢是真业障。那世尊就说呢，我不会说他所造下的这个无间罪呢是真正的业障。为什么呢？他因为透由了空性的修持，他了解诸法其实是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他因为理解诸法是
无自性的这个缘故，所以他即使造下了无无间罪呢，他之前所造的这个无无间罪呢，因为他后来了解空性的缘故，他所造这个无无间罪也不会感果的缘故，他不会感得恶果的缘故，所以不说呢。所以世尊说呢，我不说彼业呢，不说他之前所造的这个无无间罪呢是真正的业障。为什么不是真业障呢？因为它不是定业，它不会感果。所以呢，此等是说，若讲说听闻及于时中信解思维胜发法义之胜利。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我们除了说在讲说听闻的时候呢，就是除了说在讲述空性，或者说在思维空性的听闻空性的时候呢，那在讲说跟听闻这两个时候，是我们一定会去思维空性的。那除此之外呢，及于时中，就是其他行住坐卧的时间呢，那同样的呢，我们都要去思维空性的道理，思维空性的内涵，就是信解思维甚深法义，去了解这甚深空性的道理，并且去思维呢空性它的胜利。那这里呢，并不是说呢，就是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我只要去修习空性就好，那其他反正对于说，持守就是不犯12业的这些律仪也好，或者说像是其他的律仪也好呢，我好像都不需要去持守，反正呢，我只要好好的修习空性的话呢，那其他我想干嘛，我想要干嘛呢，都可以，都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要升起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世尊所讲的这些呢，是对这些殊胜的有情而说。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如果以为说自己呢，好像是在修习空性，那觉得说我只要修习空性之外，我其他都不需要了，那这样子很容易呢，会升起谤法的这种罪业。所以呢，我们最好呢，就是看到别人呢行善的时候，或者说看到别人做任何善行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升起随喜的心。除了随喜的心之外呢，因为看到别人行善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也要去行善，而不是呢只想到说我只要修习空性。那问题是我们对空性又没有升起这样的信解，然后呢累积这样的这一部分呢又不去做的话，那最后就变成两头空，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反而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样反而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在修习佛法，但是感觉上是在修习佛法，但实际上呢，你造的恶业呢，比你没有修学佛法之前呢，造的恶呢还要来得更大。那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呢，让自己成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种殊胜的有情，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呢，能够去信解空性，了解空性。那不然呢，如果说我们只是了解片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修习空性呢，那对于说其他的这些，戒律啊等等呢都不去持守的话呢，那只会造下大恶而已。而且我们知道说，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初修行者来说呢，就是调伏我们身语的这一些行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我们呢都在造作这种很大恶行的时候呢，那其他的有情看到我们，自然而然就看到我们就吓跑了，他怎么可能去听你讲述什么东西？就如同说，我们看到一个长得很可怕的动物或是什么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看到第一个现前念头就是赶快跑。你不可能说看到这种可怕的友情呢，然后说我要对这个友情升起悲心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想办法呢，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一些殊胜的友情。但是在还没有成为这些殊胜友情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做持戒，以及去调伏自己的外相等等的。那这些还是要做的。那以上呢是讲述到就是听闻空性的这些功德。那接下来呢就是简单的呢就是讲述就是说法的功德。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第94页的第一行的最后面，要具恶语言方能获得所说胜利，一发清净心，为不顾恋名利恭敬等。那这边呢就讲说，如果呢我们要获得就是讲述空性呢，它能够获得怎样的胜利呢？那要获得就是讲说空性的这种胜利之前呢，那要具备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第一个要发起清净的心。那这个清净的心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清净的意乐，就是我们讲述空性的意乐呢，不是只为了就是要获得这些利养、恭敬还有名誉等等，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去讲述空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的发心呢要清净。第二个呢，不导说，为不导直所说法义。就是说呢，第二个呢，我们去讲述空性的内容呢，就是要不要去做这种错误的讲述，就是你不能去颠倒的讲述，你要去正确的讲述空性的内容，不要自己不懂了，然后装懂，然后去讲一些错误的内容给别人听。所以第一个呢，要有清净的发心，就是好的意乐。第二个呢，就是讲述的时候呢，不要去颠倒的讲述。
若具恶过，或随一过，皆能障碍无量功德。那如果说呢，这两个过失里面，如果说两者皆具备，就是也没有清净的发心，在讲述的时候呢，又讲了一些就是内容都是错误的这些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或者说这两个随便具备一个，就是无论是没有清净的动机也好，或者说呢讲述的时候没有办法讲述正确的话呢，或随一过呢，皆能障碍无量功德。那这样子呢，都会障碍我们升起无量的功德。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就是调伏身语的这种行为？为什么说身语的行为呢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呢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说对一些殊胜的有情呢并不适用。我只是说我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呢？就是即使呢在外向上呢，也要好好的去行使呢？因为如果说我呢就是一个出家人呢，然后做各式各样的这种行为呢，虽然说我的心呢是一个好心，那内心不用讲，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善良的心，一个好的心。那但是呢，我的外在呢，并没有好好去做的时候呢，那可能会让一些在家人呢看到我的行为的时候呢，因此而对佛法呢就是退失信心，或是因此呢而开始就是对于佛教呢就是会有辱骂，或者说会去谩骂佛教等等。因为呢，有一些出家人呢，他会觉得说，其实牲口的行为怎么样做都没什么关系，反正我只要心地善良就好，只要我的心呢把持得住，那其实外向怎样的行为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呢，就是认为说，如果因为我的这个行为呢，我的牲口的行为，然后让其他人升起了对于佛法退失了信心，或者说呢，他因此呢去谩骂佛教的话，或是因此而产生各种邪见的话，那这个业是不是要由我承担呢？因为是我的身语的这个行为造就了他产生这样子的邪见等等，所以这个业是不是我也要来承担的？那对我自己来说呢，我是这样去思维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要好好守持身语的这些行为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说，对于一些殊胜的有情来说的话呢，那是不一定。但我自己呢是这样子呢做思维的，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接下来呢，就看到说世勋论师云：故若颠倒说法，即心杂染，希求利养恭敬名闻而说法者，失坏自身大福德具。那这里呢，就同样讲述到上述一样的内涵，就是世勋论师有提到说呢，若颠倒说法，那就是具备刚上述这样的第二个过失，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讲述正确的这些法义的时候。然后呢，即心杂染。那心杂染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清净的发心，我们的发心呢是为了希求利养恭敬、名闻利养呢而去说法的话，那具备这两种过失或是随意过失的时候呢，会失坏自身的大福德具。那这边所讲述的内容和上面所讲述的呢是一样的。所以无论说像是下部中也好，或是上部中也好，就是在无论是讲述或是说在听闻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我们的意乐呢一定要清净。那除了意乐清净之后呢，无论说讲说的人呢，那还要去误导的呢，就是毫无错误的去诠释呢这些正法的内容。那后面就讲说呢，其闻法者发清净心与不倒解法义亦极重要。那同样的呢，听闻的人也是一样，他要具备呢就是清净的发心，而且他在听闻的时候呢，他也要没有错误的呢去了解法义呢，这一点呢也是极为的重要。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无论呢是说的人呢，或是听的人呢，那他最起码呢都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清净的发心，那无论说讲说或是听闻的人呢，他都不要去颠倒理解就是佛法的内涵，那这个呢是极为重要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已经讲述了，就是等于说我们在观修空性之前的这个前行呢已经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五个科派呢，宣说缘起真实这边呢，那这里呢我们就暂时不做讲述，因为这边呢是讲述到第一个呢，就是这边引圣教呢，就是讲述到94页第二段的这个内容呢，它主要是讲到说十等平等的这个内容。那十等平等这个内容，就我们现在呢应该是用不上，所以这边就以后我们在讲述中观的时候呢，再来解释。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就从95页的最后一段，就是魁二了知。明了真实之障，就是一般我们讲说的认明所破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就从认明所破呢开始做解释。